切。在咱拜堂以前，我中了陷害入监。当我出狱了后，你已经失踪了。敢讲我无应该找你心？你找我，只不过是惊我去拄着什么危险。即摆已经找着啊，我嘛一切拢顺好，你会安心倒转去啊？外口路真暗，去点一拍电话火，通我送文公主出去。班长，林君，你安尼就要赶我走？咱离开这里真久，好不容易今仔才见面啊！讲着无三句话，你就要赶我走？林君，敢讲你就是变心了是？连君啊，你敢会记你彩虹楼顶选郎君？有一个强悍真了文，当初你别开慧眼，问哪在论？我这将组团的金钏，甲你是定了婚。风波伫边，命难保。青苔长摇，不小心哪落。你将伊我地老天荒，将不变到如今，因何真爱煞化婚姻？世事本来变化大，你搁提往事也倒落。老王对我是情啊意好，阮明情言顺，袂来结死路。连君啊，你看樱花雨规是如喷，到如今你必定是被逼才温婚。落王派人来相问，我是心甘情愿来高攀后文。
上的方法，就即马起，我袂过来叫了你。我家己会晓行，你免为我担心。你敢若为我担心是？我只不过是一个自作多情。查某是会变的，总有一天，你若是去互一个有钱有势王爷嫁，你敢了解你我这个表兄心？你是酒醉啊！这后边后面讲，你不是我弟？你是当面君？对哩，我对你提起了责任了，你赶我出去！你赶我出去！你实在是真过分哦你啊！你哪会用这个态度伫咧对骗我？你犯份的是当年军啊！你嘛袂用将你的份气吼，全部来出到漂落的身躯，你是怎么想无一个款？不是无一个款你是怎？你是酒醉啊！我无醉。你讲的每一句话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记条上的方法，我以后会搁去叫了，免得被67号发现着，破坏人的好姻缘，我无记唔着。我记得清清楚。免客气，真客气。今仔日会当请到小王爷甲郡主同来赴宴，实在是真无容易。偏偏啊遐尼啊拄好，也如意奉旨入宫，甲皇上行棋啊，恁两位就唔通介意啊。王一向真宠爱如意，伊进宫陪伴父王，也等于是为小王伫咧尽孝。小王怎敢介意？小王爷，啊你最近敢有听到皇上提起如意
甲名门君主的婚事。这大福晋，你搁讲这要创啥啦？代志是安尼啦，黄桥虽然有答应这件婚事，也毋过我打算做君，就要互你甲如意来定亲，只因为黄桥伊的个性无通偌好，所以我想讲要拜托小王爷，你替我问黄桥伊的意思。小王爷，你是不是肯甲我斗相共？大伯了。婚姻必须两情愿，不孝因准并无困难。只要君主你肯答应，也如意当然愿可攀。答唔答应，评论靠咱讲，也不必去问六亲王。撇小宝剑来相招，福晋表兄看分明。小王爷，意思宝剑毋是不价之宝，可见如意早就想要结死咯。你所向红叶去禀告，也希望王爷你来带路。是。洪姐，你是伫咧想什么？啊，这种代志啊，大概是看年老年纪老迈，每日上条的照本，拢是你一本我一本，所在的内容千篇一律啊，拢是咧赶金就爱入天君。起居不定，入起君的代志，定为何一直在起居不定？你知影无？洪姐，虽然你练歌来讲，但是你量体安康，这个代志根本就免急伫这个时阵啊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囡仔是安怎甲人共款？学甲会晓讲好听话啦，哈？无喏，洪姐，我讲的这拢是真心话啊。哦，唉，你的奉行身体肌肉，只有你是上适当的人选，所以无的确有一天，定会为你立做太子哦。洪姐，洪姐，你千万别安尼死做。洪姐，会中入狱，本就不应该咯。何况李成阁是洪姐你的侄孙，搁再安为我讲，我就不应该继续就洪姐你这个江山大业。洪爷虽然是体弱，但是伫你愿意讲为洪爷全力来犒劳就洪爷。
起来，你这个囡仔。你这个囡仔，你实在互阿娘太失望。母亲，你是为娘，会独生你，我一心盼望你的定期。梦想疼爱，陪入太子，你不情不愿提，经的体示，哪有入地啦？为天君，也胜伊啥人啊？敢不尊？母亲，身为的王子哦，肌肤的贵啊。孝顺母亲，不免离开啊，母亲嘛离开。为娘知影你是一个孝顺的乖囝，也不过既然甲友好，你就无应该违背阿娘的心愿啦。讲囡仔，家在即马大事也未决定，以后你来踮皇上的面头前，千万都唔通讲即款提示的话，知无？小王爷，小玉讲许姑娘破病啊，你紧偷偷去看。阮容易破病，我应该去看，啥都要偷偷去看咧。哎呦，小王爷你拢唔知影，大福真无愿意你甲许姑娘伤接近啦。你每摆若甲许姑娘加讲几句话吼，拢会害许姑娘互大福真骂呢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小的嘛唔知影，这个话拢是小玉甲我讲的。小王爷，你紧去呀！小玉讲，许姑娘已经是病甲唔知人啊。靠近小王爷。红卫是安怎样？哪会突然间变这么真严重？是，我袂讲，我这世拢袂讲。红卫，你是在讲什么呢？我袂讲，我袂讲，我会惊。